省台病院度过过去3冬的疫情挑战，将这1000天的危机，结合医护甲行政人员，将典型应变甲执行力的抗疫经验，整理成一本省台病院抗疫纪实新冠启示录的新册，由着校长陈梦如甲省台病院的院长李金华，以及多位的医护甲行政人员共同发表。病院院长甲医务秘书表示，出册的目的毋是咧展演甲宣示，而是将抗疫当中特别的逻辑思维甲行政的决策，提供医界同僚一个借鉴甲共享。因为 SARS 的时候全世界才8000多个人这个得 SARS，2003年那次774个人死掉，所以大概是1/10的死亡率。那这一次这个 scale 更大全世界死了几百万人它死亡率大概落在2%，大家都知道没有那么致命，可是因为它的传播太广所以它对这个社会经济的杀伤力其实更大那这里面我想每个都是英雄我自己也经历过2002年 SARS 在北台湾的状况在当时台湾留下的资料非常少，那我们在整个抗疫过程中其实就非常有意识的想说一定要把这段过程当中一些逻辑的思维、重要的行政决策，那对公众的一些参与跟科研的发想，都要把它记录起来我们的参与不是只有参与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的，我们是要参与未来，不管是民众还是科学界还是医疗的，那这个是我们的实力，也就是这本书的产生由来。省台病院对2020年2月5号接到一名医师症状到病院来求诊，隔天确定为台南第一个新冠肺炎个案。面对新的传染疾病，虽然进前2002年有 SARS 的经验，不过省台病院也是全体总动员，发挥大学病院的社会角色，推动科学防疫，以专业的素养化解危机，成功来度过抗疫这1000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